大家好，今日到我世紀21宇田地產 Danny 為大家介紹一個位於大埔區鄰近太和火車站嘅屋苑翠怡花園。呢個單位售面積係460尺，原則係3房嘅，咁業主改咗2房啦，咁啊大廳大房嘅。咁啊先望一望廚房呢個位置啦，咁啊裝修好新淨。客廳咁啊，梳化電視嘅距離係非常之遠嘅。咁至於飯廳啦，咁有個對流窗啦，廁所咁啊裝修亦都係好新淨、好簡潔，做咗企缸、明廁、熱水爐都好新嘅。咁啊啲房又好大嘅，做咗個大衣櫃。咁另外一間房啦，咁都係十分之闊落。咁呢個單位咧，最特色嘅地方咧，就有一個平台花園嘅。咁由廳出啦，咁可以曬浪啊，擺盆栽都可以嘅。咁啊，對面就係太和站啦。咁呢個單位咧，現時業主以放租為主。咁如果各位有興趣參觀嘅話，可以聯絡返我哋世紀21宇田地產。多謝。